来乡亲啊，北台湾今仔日16度，下晡雨较停了，但是礼拜的下晡阁会变天。北台湾湿湿凉凉的天气，就要到后礼拜2才会结束。今仔中部以北的天气拢在落雨，不过这波雨势对下晡开始会渐渐减少。预计呢，在周五的白天开始，东北季风的强度慢慢减弱，气温呢可望缓慢的回升，而气温呢也相对周五来讲，各地呢都可能会有上升3度到4度左右的气温。今仔北部气温只有16到19度，中部是17到25度，拢落雨；南部是20到27度，这份好天。拜六开始小可回温，但是到我礼拜日的下晡，北台湾阁变天啊。将会有另外一次东北季风的增强，天气呢又有稍许转凉的情况，程度上应该不至于像周五清晨来的那么的低。北台湾的好天气都要等到拜二以后，东北季风渐渐减少，回到这温暖的天气，气温会一路升悬。中部以北高温拢有24度以上，南部的高温会来到28度。春天的天气变化多，外出一定要随身带雨具。